荒唐。大家好，那我是林凯恒，那现在是就读台大社会所博士班，那同时现在也是过去在台大工会，那现在也是工人先锋的成员。那过去我们虽然今天我的运动不是这样大家一样在争取学生自治，但同样也是在争取更多的权益。那今天来这边声援，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高教师的荒谬。当初我们只是要争取助教、教学助理还有研究助理的是劳工，那可以纳保，可以加薪。我们为了这件事争取了8年，结果到现在为止，明确只有争取到教学助理是全面纳保。可是我们还有非常多校园里还有非常多大家是成为校园的劳动螺丝钉，都没有办法得到有妥善的劳动保障，甚至没有办法得到加薪。那大家背负着我们都知道大家都背负着学贷或是生活费、房租的压力在念大学。那问题是高教师到今天8年，我们只争取到这一个，是非常缓慢，而且缓不济急的。而且其实高教师，我们从过去几年来看，从学杂费、从劳动议题、从教师劳动议题、从学生劳动议题，再到大学法议题、学生自治问题。高等教育大学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啊！高教师你要不要负责任？高教师你要不要全员下台来表示重新改变这样的高教生态环境？今天已经有这么多不同的团体、不同的人马、不同的朋友伙伴们都站出来反对各种压迫剥削。高教师你要不要出来负责？那在这边就是对各位朋友就致上特别的敬意，就是你们非常辛苦，也辛苦了。好，谢谢。今天很多同学都从中南部上来了，一起来挺高一，一起来谴责教育部高教师这样违法滥权行为。好，现在我们国昌委员也到这边，好，我们请国昌委员一起来声援我们这些各地的学生。首先先谢谢各位同学。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我们的新世代大学生，为了要去争取我们高教品质的提升，为了要捍卫学生的权益，站在教育部前面。我相信高雄医学大学在过去这几年所产生的争议，所造成学生权益的影响，整个社会乃至于对于高教关心的朋友，大家都有目共睹。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当教育具有这么高的公共性的时候，我们现行的法律体制，我们现行的行政官僚，竟然可以容许特定的财团、特定的家族去把持特定的学校，把教育当成是自己的私产。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在新的国会，我们一开始就推动了私立学校法的修正，但是阻力之大，步伐之缓慢，可能超乎一般社会大众的想象。在这些阻力，在这些拖延背后，其实代表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庞大的利益即将会因为私立学校法的修正而遭到非常严重的阻碍。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当各位在看立法院审议私立学校法的时候，才会进一步的非常惊讶的发现，这部法案完成了委员会审查了以后，目前躺在立法院里面，可以说一直被冷冻起来。在私立学校法推动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见识到特定财团、特定家族政治影响力的无远弗届。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更需要非常多对于我国高教的未来怀抱着理想、怀抱着改革希望的朋友，大家一起站起来支持。这绝对不是高一的同学，这也绝对不是今天
能够站出来一些学校、私立学校的代表的同学所面临的困境，而正是台湾目前整个高教体系当中所面临的困境。这个困境充分的反映在让人没有办法理解，到底一个官僚要多么蛮憨，才能够蛮憨到把学生陈情的资料转给被检举的对象，然后要求告诉大家的借口是说，他已经要求被检举的对象要保密。我们在行政程序法170条第2项所要求保密义务的主体，就是这一些教育部的官员。结果我们教育部的官员把这些名单泄露给高一董事会，让这些同学们他们在校园里面，不管是他们的学习还是他们的生活，都蒙上了恐惧的阴影。那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人出来负责。我知道，包括我们今天高一还有很多学生代表，等一下要到监察院去提出检举。但是我在这边郑重的对我们新任的教育部部长吴部长，请你展现出你自己的改革魄力，请你展现出你绝对不会包庇过去城府的势力这样的一个决心，立即撤换高教室师长。今天唯有教育部的官员诚实的面对这个错误，而且负起应该负的责任，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才有看见曙光的机会。我不知道等一下教育部是不是师长能够出来面对这一些被迫害的同学们，好好的跟同学们解释，跟同学们道歉。那为什么把检举同学的名单竟然泄露给高一董事会？这件事情教育部一定要有人负责。整个高教体系的改革，我相信除了高雄医学大学之外，还有更多在我们私立学校系统当中的学生的权益也必须要捍卫。我们在这边也诚恳的呼吁社会大众，我们除了声援高一的同学们的努力以外，我们也要一起继续的向立法院施压，早日完成私立学校法3读的修正。谢谢。好，谢谢国昌委员。我要请问一下。